我哋希望透過創新科技設計一個結合單車安全、綠色出行同踩單車發展嘅社區方案。我認為綠建宜居係要令城市同社區更加安全、健康、方便同可持續。政府一直推動單車友善環境，希望單車成為綠色短途代步工具，減少使用機動交通工具。因此，我哋設計咗一個合適放喺單車公園或者社區休閒空間嘅智能系統。當使用者踩單車嘅時候，系統會利用 Microbit 嚟偵測行車嘅狀況，例如斜坡、車速風險同埋跌低嘅情況，同埋發出提示，提醒使用者注意安全。咁樣嘅話，可以令到小朋友、初學者同埋家庭用家喺使用單車設備嘅時候更加安心，亦可以提升單車公園嘅使用體驗。除咗安全功能之外，我哋仲加入咗踩單車發電。我哋所謂嘅踩單車發電係指公園入面嘅休閒單車機，使用者踩踏嗰陣時會產生動力，再轉化成為少量電力俾小型設備使用。當使用者踩呢個單車嗰陣時，系統就會將踩踏生成嘅動能轉化成為電能，再俾嗰個小型設備使用。咁我哋就嚟示範下，就當依家係單車。咁我哋只要推動向前，就會產生少量嘅電，就可以令個 LED 燈發光。市民一邊踩單車做運動，一邊參與發電，令單車公園成為一個綠色學習空間。學生同市民可以喺日常生活接觸節能減碳、能量轉換同可持續發展嘅概念，令綠色科技真正融入社區生活。如果將來可以進一步發展，我哋希望加入更加穩定嘅儲電裝置、更多感應提示功能同埋數據記錄系統，令單車公園可以更加智慧化，咁樣就可以進一步提升管理效率，同時建立更低碳、更安全、更宜居嘅社區環境。